同你講個秘密啊！我上年內考 topic 咧，由6級跌咗去5級。但係我考 listening 咧係滿分嘅，咁所以咧想分享一個我呢10幾年嚟考 topic 嘅一個習慣。一開始可以打開份卷嘅時候，一定唔可以懶行，逼自己睇得幾多得幾多。圖呢啲題啊，可以立一立就飛咗去啦。去到後邊咧，熟習一下個題目先，因為到後邊嗰啲句子又比較長，同埋啲字比較難。咁你可以一邊睇啦，一邊 mark 低一啲 keywords 啦。譬如係正負面啊、進行緊啊、仲播緊前面嘅題目嗰陣時咧，我已經係睇到後2頁，咁就唔使反覆去睇翻個題目，仲慳到好多時間。咁呢一個只係我個人嘅一個小小嘅技巧啦。如果大家想學一啲實用嘅技巧咧，不妨留意下我哋呢一個4月嘅 topic 衝刺班。呢個班咧唔單止係會有多達15種嘅 topic 題型分析啦，老師咧仲會每一堂幫你批改作文，仲會有1對1嘅能力分析，等你知道自己邊一 part 強，邊一 part 弱，咁針對性咁溫書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 miss 咗課堂嘅話，又或者想自己複習咧，都會喺落堂之後 upload 翻個 playback 俾你重溫。上一期就已經有個同學啊，由4級跳咗上5級啦。如果唔想好似我咁明明有實力都考唔上，又或者想短時間內升多1級嘅話咧，記得揾我查詢啦。